城市發展迅速，地名亦隨住時代變遷而更新。今集介紹嘅淺灣，大家知唔知係香港邊一度呢？淺灣其實係荃灣嘅古名，因為海灣水淺而得名。翻查資料，好多歷史文獻都有記載淺灣呢一個地方。眾所周知，喺南宋末年，宋端宗趙氏同埋弟弟趙昺曾經避難嚟到香港。馬頭涌一帶嘅聖山同宋皇臺就因此得名。其實當年兩個人亦曾經喺荃灣停留，亦令到淺灣呢一個地方喺歷史留名。不過後嚟鄉民認為淺灣呢一個名有住龍遊淺水遭蝦戲嘅意思，覺得唔太吉利，所以就將地名改做荃灣。明末時期，荃灣嘅海盜猖獗，一度淪為賊灣，相傳船隻經過都要繳交過路錢。加上海灣水淺，退潮嘅時候成日都有船隻擱淺，所以當時就流傳住一句話，就係發達去金山，要死來荃灣。至於荃灣點解變成今日呢一個荃灣，原來係晚清秀才楊國瑞嘅主意。楊國瑞誕生自荃灣嘅楊屋村，積極參與新界同荃灣嘅事務，其中一項就係向港府提議用荃灣呢一個寫法去取代荃灣。咁係因為草花頭呢一個荃字包含住兩個意思。首先，荃除咗係一種香草嘅名，其實亦有君主嘅意思。屈原亦都曾經喺離騷以荃嚟比喻君主，改名做荃灣，唔單止能夠令人記得宋帝嚟香港避居荃灣嘅歷史，另外荃亦同竹花頭呢一個荃字相通，係一種漁具嘅名，能夠帶出荃灣係漁民聚居之地，意味深長。依家荃灣有條國瑞街，就係紀念呢一位秀才對荃灣嘅貢獻。戰後香港發展迅速，1960年代政府刊憲，將荃灣發展成衛星城市，後嚟再成為香港第一批嘅新市鎮。時至今日，荃灣已經發展成超過31萬人居住嘅區域，佔香港人口大約4%。